次次搣啦。唔使啦，睇唔晒個樣。咁搞還好啲啊！17歲以下世界盃足球賽喺南韓揭幕，B組嘅英格蘭同北韓踢成1-1。好似曱甴啊！嗰度啊！爬緊啊！你睇下。次次，快啲繼續搣啦！唔好住，坐低，等陣先。細路啊，搣龍眼。你繼續撳佢先。你同細路一齊搣龍眼啦，你去。搣龍眼啦，行過去。搣啊！搣未啊？未，咁耐都未搣完個粒喎。叔，搣未啊？叔。豪子叔，快啲啊！做乜啲咁呀？天光啦。將咬到盡鬥到都算好嘢，點知後面仲有個林志文保種，結果北韓同英格蘭1-1打和，各得1分。英格蘭下場會對新西蘭，北韓就鬥巴西。有啲電視記者林師傅話：呢啲睇過嚟。睇下哥哥食完啦，食緊啊，你仲搣緊個粒。快啲！喂，唔好搶細路。細佬上阿叔好慢慢搣係咪？又好認真。啲阿伯咁樣，應該冇牙又慢慢咬。哎呀！蔡少敏用咗20年時間培育佢嘅隊入頂尖大學，其中3個仲喺美國唔好嘈！等我整埋呢個先，啱啱俾你嘅。細佬。好冇味？哎呀，行開啲你隻手！哎，食完。終於食完，好嘢！